OK，咁我睇翻嗰個上傳記錄咧，原來係我喺 Bilibili 咧就冇傳到係上次呢個盲馬呢個評測同埋呢個森海塞爾G3嗰個評測嘅，咁咧就攞翻呢個盲馬呢個保護盒啦。其實唔係隔好耐，可能隔1-2年，好大個係嘛？即係當時候佢就係有2個版本嘅，一個版本咧就係國內版，一個版本係國外嘅。咁國外嗰個咧就細一半，咁好明顯咧就即係個設計方向性咧就呢個太大，冇乜實用性。咁佢裏邊咧就都係有一個軟袋嘅，咁嗰個軟袋咧就個大細差唔多，不過咧就肯定都係冇呢啲盒咁保護得咁好啦，所以都係好容易刮花嗰個充電盒嗰個表面刮花少少。不過咧就論聲音嘅話咧就我覺得呢個都唔差，即係冇對比冇傷害。咁如果咧就而家嘅 DJI， 我覺得 DJI 會更厚啲聲，因為傳統嘅咪都係小蜜蜂都係講厚度同埋嗰個還原度。咁我今日就再試一試呢個我唔記得佢叫咩型號，咩 MAX 就係帶錄音嗰款，而家應該冇得賣。咁嗰陣咧就係標榜係音質第一位嘅，咁而家係冇降噪啊，冇降噪，我哋就試下背住個咪行4-5米。咁呢個咪咧之前係測試過咧，就係聲音個厚度咧就係幾好，咁同埋咧就清晰度係幾好嘅，就清晰度。應該論嗰個高頻咧，高頻嘅細膩度應該好過DJI Mi Mini， 好過 Mini 嘅。如果佢大粒嗰啲咧，就可能差唔多啊。咁我再向後行一行，行到呢個有冇15米嘅距離？咁之前咧就我試過行過去最後邊80米嗰度，面向正面都冇問題。不過背住咧，我相信係任何一個藍牙嘅今日風比較大啊，我怕部手機會吹跌。任何一個藍牙嘅咪都做唔到，係背住行超過20-30米。依家應該係15米，行到去階梯嗰度，1、2、3、4、5、6、7， 1、2、3、4、5、6、7， 1、2、3、4、5、6、7。咁我覺得呢度應該會有啲卡，呢度應該有25米，差唔多25米。咁正對係冇問題嘅，即係話問題係背對，背對咧就睇下大家聽唔聽到。如果 DJI Mini 咧應該聽唔到，即係如果 DJI Mini 咧就應該係背住就肯定聽唔到呢個位咁咧就同埋咧就個降噪啊，個降噪咧就係呢個 DJI 好啊定係盲馬？咁呢個咧就我定義佢為呢個唔知叫第一代定叫係乜嘢啦 ，Max 版，反正呢個當時係最高級嘅一個版本。咁我而家就打開嗰個降噪。你是哪一種人？付出一點，想馬上得取回報。咁我哋打開降噪。你是哪一種人？付出一點，想馬上得取回報的人。適合做工薪族。咁因為咧就盲馬呢個LED 燈咧就比較暗啊，
所以喺太陽底下咧就我都睇唔清佢，好難睇係着燈定熄燈。咁呢樣嘢咧就可能係佢以前嗰啲產品係嘛做出嚟就係嗰個細膩度冇咁高，個設計細膩度。咁同埋咧就係嗰個降噪啊，我覺得可能係猛馬比較融合得好啲啊，即係應該係佢而家我手上呢兩隻咪啊，都唔係同一個檔次啊，即係唔係同一個層次。佢呢個咧就係用一個有一個來錄音嘅，有一個來錄音嘅功能嘅，即係話咧就如果係嘛，你喺一個斷頻嘅情況下，即係喺一個比較遠嘅遠頻情況下咧，都可以用翻來錄呢個聲音，咁保障翻成條片。因為你聲音如果係譬如拍劇情片咧，就你有干擾或者係斷咗頻，咁你成條片就要 NG 一處。特別係一啲講課類嘅內容，我都曾經試過。咁呢樣嘢咧就傳統小蜜蜂都做唔到，因為咧傳統小蜜蜂佢始終都係會有一個干擾嘅環境。咁你錄嘅過程中，或者你只係帶一個小蜜蜂，你去到嗰度當然你可以係調頻啦，可以再選嗰個頻啦。不過咧就你一旦佢嗰個講者講到一半係嘛，憑實力講到一半，你話佢唔得嘅時候咧，佢有啲係嗰個心情係好激動嘅，即係對你嗰個信心係會打折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如果專業用係好有必要做一個來錄音嘅咪嘅，因為呢樣嘢係即係話你自己用或者隨便用冇所謂，但係咧就你去到一啲收費嘅場合同埋一個非專業嘅講者嚟做服務嘅話咧，呢樣嘢咧就係對你嗰個信譽同埋專業性係有好大嘅幫助。咁所以呢個盒咧就用得好少啊，純粹係一個擺設，質感啊幾好，質感啊幾好嘅個盒。咁啊，同埋嗰個插線咧，插線嗰個佢而家就係簡化咗，唔要線。咁你如果你掟住嗰嚿嘢喺部手機上邊咧，咁有風，咁事實係唔係好方便。好，咁今日咧就講到嚟呢度，我熄翻個降噪試一先。其實我而家係睇唔到嗰支燈，求其撳一粒掣啊，咁應該係關咗個降噪噶啦。咁隔離呢度有啲風扇聲，有嗰啲基站嘅風扇聲，唔算好大，不過咧就都係對比一下啦嚇。OK，咁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